中聯的油驗出講，一個一級的地干部日本偏比鈔票這陣風波是引發中央甲地方對立。台北市長蔣萬安就在野傳言，講7月25要去開刀抗議，也針對這件代誌，行政院長杜英台是回應講啊，敢若中聯甲北京油品公司佇咧隱瞞事實，中央甲地方需要來合作。不過蔣萬安是無要接受，強調台北市府佇咧第一時間就展開全面稽查，是中央佇咧倒暗崁。中聯問題油風波滾價，地方嗆中央。台北市長蔣萬安號召在野下禮拜六25上開刀遊行，要求總統賴清德回室內。行政院長杜英台落台負責，杜英台18親身說明，講到進前回室內是針對行政機關無法度馬上發現中聯故意暗崁，無完整通報性配合，也質疑地方政府無用心查驗。4月1號的產品在宜蘭縣被發現，難道其他縣市沒有嗎？但迄今未見其他縣市真的用心在查，所以我也要求各縣市務必要再重新的盤整。杜英台表示，衛福部20日提出5項強化食安措施的報告，強化三級品管的制度，加食安法修法。另外，地方中央對立相關，伊強調，敢若中油甲其他油品公司看牌，各級政府無看牌，中央地方需要合作，無時間緊辦的競爭，攏愛負起責任責任。毋過蔣萬安反駁回擊，強調市府第一時間接到就展開全面查驗，批評中央所作所為都是看牌。人民不是無知，而是被中央政府蓋牌。我們到底吃下了多少毒油？人民到現在沒辦法得到中央政府一個清楚的說明。到現在民眾的要求非常的卑微，就是要一個真相。他是食安會議的召集人啊。如果他的職責是食安會議的召集人，結果15次有11次的缺席，這明明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人民只是想要知道一個答案，想要知道他為什麼對食安如此的不重視。蔣萬安華夏民眾上街路對中央政府涵蓋食安處理表達不滿，對邱新平表示尊重人民權利，不過批評蔣萬安身為市長，真濟擺食安會議攏無來。我希望民進黨政府真的該負責任的趕快下台。該追查這些毒油的流向。黃國昌批評民進黨面對問題油，反映出執政部門權力傲慢，要求趕緊追查毒油流向，後受毒油污染的食品趕緊回收。記者綜合報道。